1872年，马介为康乐台坐船来到台湾，伫北台湾传道，嘛建立西洋医疗甲教育制度，互台湾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。一般的台湾，大家拢敢若知影有马介病院啦吼，较少人会知影讲，这马介病院就是这个马介博士，加拿大来的这个传教士马介博士伊创立的，吼马介博士伊是这个来台湾足侪传教士内底的之一，吼真侪比较早来，但是马介博士伊就是有对台湾的认同，特别互台湾的人会感觉讲会感受到，就是讲伊娶台湾某，两个查某囝佫嫁互台湾人，吼佫伊家己的梦，甲伊的某的梦，即马拢还伫淡江中学内底，吼，所以这会当看出伊对台湾的疼，甲对台湾的认同，吼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布袋戏这个 DVD 这个发行，甲咱霹雳电视台有要甲播放，安尼互咱台湾规个全民伫这个对台湾的认同，会当来听咱台湾咱这块土地，吼，上主要就是讲伊透过耶稣基督的听，吼，会当来听咱台湾人，听咱台湾这个土地。这是我希望会当甲表现出来。该牧师，你有啥物感慨？我心被当挂离的台湾啊！我一生快乐伫遮。毋望我人生的煞尾走，找到我最后的徛家。伫淡江中学内面的马介墓园，原本拢是西洋式的墓碑，不时有真侪人去遐追思马介牧师对台湾的贡献。清明时节，带2位朋友去追思伟大的马介博士。发现墓园的景观被破坏，
阮非常感慨，竟然是做一世人真理大学校长的叶灵德。建立因阿公的中国式大梦，大过马偕牧师的梦悲，无视周围其他人的梦悲。阮看了只有怨叹，特权的傲慢。叶灵德的阿公是马偕牧师的学生，叶灵德靠伊真理大学校长做一世人的特权，来做即款傲慢的代志，安尼敢对得起因阿公咧？